生大师来西藏传法的时候，将一部符藏留给你，那是文殊菩萨的密语。他到了该面试的时候了。虽然达赖佛爷驾云西去，可是我们噶夏政府不能乱。别拉住我，让我进去！大王杨宗！图德格勒，你这个畜生！圣雄甘地、路易孟德斯鸠、罗伯斯庇尔、斯大林、孙中山，我就有时间了。吃糖吗，少奶奶？少奶奶，我在想，我该离开这儿了。等兰泽15、16岁的时候，给他找个上门女婿，等他们可以顶门立户了，你才可以离开德勒府。啊，兰泽今年才6岁，那还得10年。快拿下去，臭死了！藏族人睡觉都是枕着靴子睡。你见过哪家的少爷是枕着靴子睡的？你跟我出来了，你就不能安心的当你的下等人。你谁？以后喝多了别过来找我。7尾齐步。我这次没带钱，下次我派人，我亲自给你送过来。少爷，打的就是你！干什么？这喇嘛脸你也敢打？
我说平错，把这狗奴才的官服给我扒了，给我扒了！慢，我看谁敢！回去怎么跟老爷交代？少爷没回来。老爷。 你别说这些，我不会的。憋死我了！我唯一的儿子齐美杰布死了，你和他的相貌极其相似。我当你儿子的替身？把齐美几部叫出来。我们家少爷没回来。你家少爷不在，那今天你就给我把凶手交出来。 这可是嘎夏政府的法令。杨村，放酒绕弹，别跟我耍花刀。可我们今天看见的，的确是德勒少爷。德桑，派出去查一查齐美杰部的底细。 一点薄礼。上回你送我一尊金佛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是真心想交你这个朋友。如若不然，绝不成佛。求觉悟者同盟。我们以前的约定还算数吗？我就不信，找不出这个齐美几部的破绽。这麻将就是一关。 他要是个替身的话，这个麻将就是他的夺命牌。我怀疑眼前这个人根本就不是齐美几部。你放他一马。你是灭国的老大吗？这是谁的命令？做不了了，你们。子午对证。 真好看！要送上门来了！再给你一次，咱俩吵赢了！我18岁以前没见过我的父亲。从今天起，杨宗就是你的小耗子。还有代本老爷召见我，心里紧张。 恭喜少爷，你要娶亲了！谁告诉你我要娶亲呢？您说的是谁？康萨嘎伦的女儿梅多小姐呀。我只娶大马杨宗，跟咱们家门里不配，你个死心吧！你们想干什么我不管，我绝不娶梅多，要娶，的确是。是我的亲生女儿，那白马呢？你们不能进。
这更，咱们可以新账旧账一起算。他到底是不是你的姐夫？等着瞧吧，明天我自有办法。不好了，出事了！少爷的藏獒被人偷了。藏獒？那明天就让这头无敌大将军认认他的主子吧。假齐眉几步，瞒得过人，他瞒不过狗。怎么回事？大将军，听说你抓了2个人，一个叫汪丹，一个叫洛丹，想个办法给他们放了。土登格勒怎么和雪域同志会搅到一起呢？雪域同志会是想要推翻西藏噶夏政府，那他为什么要救那2个重犯呢？一定是受人之托。尼玛大人让我通知您，我们已经发现了洛丹和汪丹的藏身的地方，让你马上去呢。哟，是人间上人，这是误会吧？混了！你们赶！我也是刚刚才发现。司马吉，张狂什么？拿着枪！到佛堂去，3天不许出来。滚出去！滚！我得死给你看！你把他们接了。你走的时候怎么说来着？还我大老爷！妈妈把你扔到寺院。谁是你的阿玛玛？阿佳，我是专程来求你的，千万不能告诉别人。闭嘴！你已经众叛亲离了，土登格勒，你连一个疯子都不放过吗？我一个糟老头已经服输了。拉萨成了涌动的贪欲，要淹没庄严的法轮。我们保卫佛法僧3宝的时候到了。换了你，该怎么处置德勒府呢？
您不是动了恻隐之心吧？现在就去封了德勒府。德勒府的财产1分为3，老爷您1份，我1份，嘎夏镇府留1份。你还要娶次德吉？我要给他当一回主子。你什么意思？奴才爱戴您，恨不能变成一坨牛粪，永远都燃烧着，给您取暖，给您熬茶。你再加点盐吧，把我给喝了得了。来世我要做你的主子。你可别犯糊涂啊！知我心者，唯有帕家。今天我成为了拉萨的贵族，佛菩萨是公平的。明天上午以前，要是不把契约跟账本交到我手上，我就把你的尿挤出来。感恩老爷救命！感恩老爷救命！感恩老爷救命！好好的人不当，怎么4只爪子在地上爬呀？你在学狗啊？你看我现在这模样，跟狗还有什么两样？哎，还是不一样。你知道人与狗之间的区别吗？狗忠诚。狗永远是狗，人有时候不是人。我们分立门户。你的意思是分家？分家？这是你的主意，还是小姨娘的主意？是我们的主意。荒唐！德勒府这座坚固的堡垒已经出现了一道裂缝。阿爵这张牌要打好。我还要当德勒府的主人，我要把他们都给我轰出去！我永远不想再见到他们。是这个女人害了我！你要干什么？